你去帮我们拿一下那个碗和筷子，好不好？对，拿碗筷。老婆，你行啊！他刚说我什么？他刚才什么都没有说你，刚才你在说蒋梅花的话呢，他以为你在说他，所以这都是误会啊！自作多情。就是。哎，碗筷来了，来喝汤吧，可可。来喝汤，哎呦，真香！你爸爸炖这汤真的挺香的，快来。哎呀，真挺好的啊！哎，可可，要不然再炒2个菜，西红柿炒鸡蛋。不用了，爸妈，够了。好的。妈，你先喝吧。哎，你喝。想不到老王这手艺还真不错啊。老张，这个月我又多卖了好几份保单，业绩又超了不少。哎，这个月保险怎么就这么好啊？有朋友帮忙呗。哼，哎，什么朋友帮你啊？好朋友啊。什么好朋友能帮你啊？哎，奇怪了，我有朋友帮忙，你怎么就不愿意了？难道你让我等着你买彩票中大奖啊？妈，有人撑腰，说话口气都变了是吧？就我挣点钱，高兴一下，你怎么干嘛呀你？妈，哎，你看啊，有钱了，这说话口气都不一样了。我说我一个女人在外面工作，我容易吗？现在挣了点业绩，就开心一下，怎么了？你挣的钱交给谁了？交给我了吗？我们家实在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我。哎，这口袋里就剩点喝酒买彩票的钱了，说起来都丢人。那他那钱也都在您那儿，没给我呀？我儿子每个月把工资交到我手里头，又不是1天2天的了，怎么最近你总惦记着？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了你？妈，我还能有什么想法？我就想着一家人能齐心协力，把日子好好过下去啊！都怪你，这么多年啊就没有调教好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问问项链那事啊，可别让别人给你戴上不该戴的帽子。你在外面有吃有喝有人疼，你生什么气啊？张实在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什么叫在外面有吃有喝有人疼啊？行了吧你啊，老实说，那保单谁给你的？果果给我介绍的客户。真的？我姐们儿看我在外面跑业务太辛苦，就给我介绍客户。怎么，你还不乐意了？哎，这早不帮晚不帮，偏偏现在这个时候帮，这不刚好凑巧吗？好，就算我相信你，那项链呢？什么项链啊？你不说哈，你不说我就当你认了。认什么？我妈可拿出去鉴定过，值好几万块钱的链子呢。你敢说这个也是我给你的？这就是果果给我的。她欠你的呀，给你几万块钱的链子。这个，他给可可跟我1人1个。你要不相信的话，你自己打电话问他去。行，我看你是这几年跑客户跑得越来越不老实了。你是不是那些大客户、大老板见得多了呀？啊？喂！你好。其实我们公司呢，主要是走欧美路线的。如果由我们来代理你们的产品，相信能把你们推向国际的市场。那太好了，凯瑟琳总，您说的国际市场正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定位。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市场预期呢？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大概从我们这拿多少货，怎么个销路呢？这么说吧，
我们公司在欧洲各国一共有8家旗舰店，香榭里大道就有一家，在巴黎还有旗舰店呢。所以保守估计的话呢，我们能给你们创造上千万的利润，每一年哦。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大型公司，一般是不会跟你们这种小厂家合作的。不过我听说你们公司有一个叫王可可的员工，是不是？啊，王可可。听我几家经销商说，这个王可可工作非常认真，勤劳、善良、踏实、勇敢。我相信，你们有这样一个员工，你们的产品一定会很好。那是，那是啊。不过，我可是有条件的。条件？哦，我懂，我懂的。回扣。回扣。我在这行干很多年了，规矩我懂，放心，我会安排好的。回去我就把协议准备好。好。哎，其实呢，我非常羡慕你，因为你有王可可这么一个完美的员工，有他帮助你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他。凯瑟琳总说的对。喂，不要再催了，我今天有事，我们改天再聊。慢走。这混巴黎的果然不一样，这个王可可还挺有客户缘的。哎，我说你最近怎么老迟到啊？我这不是忙吗？喂，侯总，啊，那个头版的事已经搞定了，头版头条，放心吧。好嘞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忙死我了！你说这最近公司大大小小的事都靠我一个人，他们把我当超人吗？说明你能力强呀。果儿，这个你还是收起来吧。怎么？这我婆婆跟我老公都以为这个是别的男人送的，我说都说不清楚。他们怎么想的？就你这样，怎么可能有别的男人送你东西啊？他这样的怎么了？他这样很差吗？亲，这事儿肯定让你委屈了吧？我觉得我老公那么想，那他是关心我啊，对吧？其实一开始我婆婆也以为我收的是别的男人的礼物。收别的男人礼物怎么了？已婚妇女不能收别的男人礼物吗？有这规定吗？那还是不太好的，对吧？你怎么没带上啊？我一高兴就送给我婆婆了。我说王可可，你可真大方！我送给你的东西，你送给人家。我不是也怕她再跟我提交工资的事儿吗？那现在呢？谁知道她胃口那么大。果儿，你赶紧收起来吧。你真不要？哎呀，收不起啊。行，你们这群没良心的，被我这么费劲给你们捞油水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过了这村可就没有这店了。哎，你可千万别玩弄感情啊，知道吗？我玩弄感情，我在为我今后的真爱做铺垫，你懂吗你？哟，她还有真爱呢。那当然。我说王可可，你今天下午不上班啦？哦，午休时间该过了，我上班去了，走了。不说了啊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倩倩，哎，江总，你让一下，这位置让给王可可。你不是说让我？哎呀，听我的就行了。哦。王经理来了，哎，别坐前台了。前台都不让我坐，你真想赶我走啊？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呢是想请你坐回你原来的位置。你毕竟是要接触客户的人，让人看见你坐前台，影响公司形象。哼，知道我的重要性就好。
凯瑟琳总，是我啊，协议我已经发过去了。还有，我答应你的事情啊，我都办好了。啊，如果您看协议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及时修改。目前我已经在赶往机场的路上。等我到了法国之后，我会跟老板说一声，到时候会跟你联系。好，就这样吧。谢谢凯瑟琳总再见。再见。白痴啊你！整我好朋友，你死定了你！喂，给我加大渠道投资，我这里接到一笔大单，我们手头马上就有钱了。这边请。这个就是新来的老板。程总，这就是您的办公室。袁经理，辛苦你了。程总，您太客气了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想尽快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，麻烦你通知财务部，10分钟之后开会。是。新来的老板长得可真帅，你说要是咱们男同事情何以堪呐？不过话说回来，公司啊也就小俊能跟他媲美了。你们说什么呢？新老板上任呢。哦。哎，我说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啊？我们做财务的把我们账管好了就行了，谁来当老板不都是一样的吗？好样的！看看人家小俊，劳模一枚。10分钟之后，财务部开会。开会。非常高兴认识各位。我希望各位在你们各自的岗位上面发挥一己之长，为公司做出最大的贡献。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通知各位，以后公司所有的财务账册我都要过目，希望财务部门给予我最大的支持跟配合。程总，大家都是做分内的工作，以后财务上有什么事儿，您尽管说话，不用客气。我们财务部门是属于集团直辖管理的，我们会按照集团的规章制度来办事情。小俊，程总跟方总那不是一样的人啊。程总，小俊说话比较直接，您别介意啊。是。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，大家辛苦了，散会。程总，您可千万别生李小俊的气，他这人其实业务能力没问题。没事。你说他叫李小俊是吗？啊，挺好的。回去工作吧。谢谢程总。你说那个蒋梅花，怎么突然对我那么好？哎，你说会不会因为老板要提拔我，所以他想讨好我？如果老板要是提拔你的话，应该吃你醋才对啊。也对。说起老板来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我们公司那个新老板，他终于露面了。据说还是什么世界500强公司里来的。男的女的？当然是男的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没有看到我们公司那些女的，跟疯了一样，个个争着抢着要做老板娘。哈，那你什么时候也让我做做老板娘呀？在咱们这个家里面，你不就是老板娘吗？咱们家老板娘是你妈，我顶多是个副的。可我妈，你没发现我妈她最近好多了吗？你马上就要转正了。那
那是因为你媳妇越来越懂事儿了。懂事呢，就要早睡早起，身体好，睡觉去啊。那你快洗澡去吧。好的。几万块呢，你就还给人家了。孙倩呀，你会不会过日子啊？我拿也不是，不拿也不是，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紧张什么呀？是我紧张还是你们紧张啊？孙倩呀，孙倩，你到底给这个家做过什么贡献呀？妈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家里的经济本来就紧张，朋友送个项链，你就拿着呗。不就一条项链吗？我拿回来引起了你们的误会，现在我送走了，你们又说我不会过日子。这东西我拿着烫手，哎，怕烫手你就别拿回来呀。啊，我们问了你就心虚了。我还想问你想什么了？拿回来的时候偷偷摸摸的，送出去的时候也是偷偷摸摸的。我看啊，你心里就没有这个家。我心里没这家，我天天在外面东奔西跑的，我这是为了谁啊？为了谁？为了你自己。为了我自己，我这又舍不得买衣服，又舍不得买鞋的，为我自己，我能过成这样啊？怎么，那么多的衣服你还不满意呀？哎，实在，你听听，你听听。好了，又是衣服鞋子什么，烦不烦呢？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。这回扣的钱都打过去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哎，他不是中医王可可吗？我让他催。不行，要是他签了合同，这业绩算谁的呀？喂，倩倩，进来一下。啊，蒋总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帮我办件事。电话怎么老是打不通啊？怎么了？啊，可姐，蒋总让我去联系这个客户，打他们电话一直没人接。KCF， 什么公司啊？蒋总说是什么欧美渠道的代理商。之前没听说过。我也没听过。哦，对了，蒋总还说，要拿下这个客户啊，公司能挣1000多万。哼，听着吹牛呢，自己办不到的事儿就想让你去做。电话也打不通，上他网站查网址。对呀，上他们网站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可可姐，有你在，就是觉得踏实。你都不知道，我这2天压力大到爆，蒋总天天催我要客户。现在知道压力大了，他是把他自己的压力都转嫁给你，别理他。哦。程总，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请你把公司近2年的往来账调出来，我想看一下。程总，这个已经超出我的职权范围。如果您真的想看的话，必须要先上报集团，集团批准了，我才能给您看。我是公司的总经理，我调阅公司账，为什么要集团同意？这是集团规定的，不是我们财务部门自己定的。我没有听过这样的规定。程总，如果您真的想看的话，必须要申报集团，
否则谁都不能私自调账。什么呀这是？柯姐，我刚上网查了，根本没有这家公司的信息。果果，啊？你认识这个人啊？健健，我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？蒋总，这打电话一直没人接，我也没办法呀。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，没用，给我！这个果果在搞什么呀？喂，可可。喂，果果，你在搞什么呀？你什么时候变成了 Catherine 呢？我这不是帮你出口恶气吗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小花根本就是个势利眼，我还没说2句话呢，他就提出要给我回扣。哎，现在钱都打到卡里去了，怎么样？他现在对你的态度有没有180度的大转变？我跟你说，你别给我惹事儿啊！老板找你有什么好事儿啊？能有什么好事儿？他想看往年的旧账，我觉得没问题，只要走个流程就行了。他以为这个公司是他私人的公司呢，想调账就调账。你也是的，虽然说咱们是集团派的，但你也不能不配合老板工作。咱们拿的薪水可是这家公司代发的，年终奖能拿多少，也是取决于这家公司的业绩往集团上报的，谁说了算？你不懂。那你说他要跟方总一样，万一在财务上做点小手脚，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我们财务部门哪个人能担得起？我呀，你上面不还有我呢吗？你急什么呀？再说了，那程总是新官上任，他能有多大胆子呀？我不管他胆子有多大，但是我把我的事情该办好就得办好，一切照规矩。照规矩？要不说嘛，这么多年你还是个小出纳。出纳怎么了？我还觉得出纳挺好的呢。不是。我又没说你错了，我是告诉你，那跟老板说话得讲究策略。你，小姨，怎么了？我妈昏倒了。好，那我马上请假回来。袁经理，我家里出了一点急事儿，我想请半天假。哟，这假我可批不了。现在老板正是新官上任3把火的时候，你不是也听见了？现在财务部的事情他自己亲自抓。我看啊，这个假你还是找程总请吧。找新老板请啊？程总，我想请半天假，我家里有点急事儿。请假，没问题啊。我正好在研究公司的规章，上面说了，如果要请假的话，必须先提出申请，然后部门负责人签字，在行政部门备案，然后再跟同事交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程总，你这是在报复我吗？我家里真的有急事儿。
我有说错吗？你来公司比我久了，应该比我还清楚公司的规定吧？还有，你今天的工作，这是公司给我的总经理待遇，包括住房、用车、报销费用等。我希望明天早上我上班之前，你做出一份详尽的财务报告，放在我桌上。还有，里面有我报销的发票，费用直接打我卡里。喂，喂，老婆，刚小姨打电话说我妈晕倒了，但是我这实在走不开，要不你请个假回家看一看行不行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好。蒋总，可可姐说了，让我们不要联系这家公司了，而且我上网查了，根本没有这家公司。什么？经理，我要请假，我婆婆晕倒了。王可可，你为什么不让健健联系客户？联系什么客户啊？就是 KCF。啊，那个客户连公司网站都没有，可信度不高。对了，你怎么认识这客户的？那我要问你了，人家可是冲着你来的。冲着我？那个凯瑟琳，张口闭口都在说你的好话，你会不知道？你说，你是不是早认识这家客户？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我不说了，我要走了。你不说清楚，这假我是不批的。家里老人晕倒了，你都不批假，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喂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正好我婆婆晕倒了，你赶紧送我回家吧。你等着，我已经给你打过招呼了，批不批我也得走。你，健健，那个凯瑟琳和王可可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你怎么来这么及时啊？还不是为了你的事儿赶来的。哎，你不会是要找蒋梅花吧？我要替你出出气。你知道他给我汇了多少钱吗？4万回扣。聪了，你赶紧把钱还给他。你别管了，我做事有我的分寸。你等会儿去哪儿啊？不会又去看你婆婆吧？那怎么办？小俊走不开，赶紧开车吧。妈，医生说您这药吃的身体里都有抗体了，您到底什么病啊？反正我爸是中医，要不让他开个方子给您调理一下吧。激素水平紊乱是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可可呀，看不懂啊就别瞎看了，你赶紧的回去上班吧啊。没事，妈，我已经请假了，我在这陪陪您吧。小俊呢？他今天要加班。哼，他一定是趁着我有病故意去加班的。那倒也不是，是他们公司来了一个新老板，所以事儿特别多。没事的，妈，我不是您儿媳妇吗？他不在，我陪着您也一样。你陪着我，不也要耽误工作吗？我没事的。怎么样？你工作顺心吗？我回国之前听说，国内的财务制度还是相对来说灵活的，但我们公司的财务却非常的死板。你是说财务经理吗？财务经理倒挺配合的，是他手底下的一个小伙子。你是总经理，你直接把他开除了不就好了？财务部门是集团指派的，我现在就动他，不太好吧？我知道了，你呀想一个办法让他做错账，然后把他赶出公司，集团才不会因为一个小人物失去你这样的高管的。不过你千万要记住啊，一切要从公司的利益出发，这样就不会有人说闲话了。有一句话说的真好，女人像本好书，值得细细的品味。我的优点还多着呢。
辛苦了，老婆。我这里还早着呢，这多亏了有你在。等我忙完了，我就赶回来啊。你不用着急，我在这照顾你妈，你就放心吧。谢谢你啊，老婆。那你别太晚了。拜拜。哎呦，你这孩子真是吓死我！我这刚睡着你就来，哎呦呦呦呦呦！妈，我是怕您着凉，给您盖被子。我怎么知道您叫这么轻啊？你真的要吓死我了！啊，小俊呢？还在加班呢。哎呦，小俊的这个新老板也太会压榨员工了。你说，我们小俊的身体吃得消吗？哎呀，可可呀，你知道吗？小俊呐是早产，生下来的时候身体特别弱，就这么小。我呀好不容易才把他养大。这事儿您都说了800遍了，真是个年期啊！你说什么？啊，我，哎呦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会理解人呢？你是我儿媳妇儿。是这事儿我都说了800遍了，可是我也没人唠叨，我也就只能跟你唠叨唠叨，对吧？是，你说当妈妈有多不容易？那么小一点儿，就这样慢慢养，把她养得这么大，而且还娶到了你这么大一个儿媳妇。哎呀，你说是不是更不容易啊？太不容易了。哎呦，不行，困了。小俊哥，小俊哥，你没事吧？小俊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葡萄，怎么是你啊？刚刚我都把你撞晕了，我不会把你撞坏了吧？没事，我晕是因为我昨天夜里一整晚都没睡觉，跟你没关系。那你着急去哪儿啊？我去医院，我妈晕倒了，我老婆一直在医院陪着我妈呢。那我送你去吧。好。妈，你醒了？那你怎么不叫醒我呀？哎，我是躺着睡的，你是坐着睡的，
你比我辛苦。我不辛苦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你还有哪儿疼吗？没事儿，我自己知道，这是啊老毛病了，没事儿的。哎，小俊呢？他还没回来吗？快了吧？我去给你打点热水。小俊哥，你怎么会一宿没睡啊？我加班啊。我们都是一宿没睡。你也加班？没有，我跟朋友唱了一晚上 K， 正好出门就碰到你了，说明我们多有缘啊！哎，那个小军哥，我给你送到了，我也累了，我得先回去睡了。谢谢你啊。没事，拜拜。妈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你加完班了？对啊，熬死我了都。我跟你说啊，昨天可可陪了我一夜。当然，那我找的媳妇儿能有错吗？她可辛苦了。哪来的破车，撞成这样？我朋友的，是我撞的，你帮我拿去修一下吧，修好了再还给他。好朋友啊。那还修什么呀？直接买辆新的不就得了？买辆新的，那就买辆新的吧。KCF 的单子我已经报给老板了，客户指定要你接手。你看这合同什么时候开始履行？这预付款什么时候打进来啊？这是你的客户，又不是我的客户，我怎么知道？你不是和那个凯瑟琳很熟吗？在我这儿装什么糊涂啊？什么凯瑟琳啊？谁啊？那得问你啊。我合同都准备好了，钱也给了，哎，突然就没声了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和客户串通，敲公司业务费呀？蒋梅花，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我这有卡瑟琳的手机号，你敢不敢把你手机拿出来，拨一下她的号码？我怎么会有你客户的手机号？王可可，要不要我调下大楼监控，看看你昨天上了谁的车？糟了，不会让老蒋看见我跟果果了吧？完了完了完了！大家都听好了，王可可串通客户，骗了公司4万块，这叫什么？叫诈骗。Zara， 给王可可办的离职手续，离职原因就写损害公司利益。他这个月的奖金、工资，通通扣掉。蒋梅花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还有，赔偿公司4万块。辞职？是被开除了。为什么呀？还不是因为你那个破招。咱俩关系被发现了。那天匆匆忙忙的，我让你送我去医院，被蒋梅花发现了。哎呦，咱俩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你可别怪我啊！我怪你什么呀？我都跟你说了，让你不要收人家4万块钱，还给他，你又不听。我还给他的呀。哎呦，我手机转给他的。那他还那么嚣张？你看，我打到他账户里了。真的是蒋梅花的私人账户。好你个蒋梅花，原来是你想敲诈公司，还当着全公司的面说我敲诈。哼，我知道了，他就是想趁机把你赶出这个公司。哎呦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多管什么闲事啊！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？借我8000块钱。凭什么呀？我得交给我婆婆，万一被她知道我被人辞了，这天大的事儿不得了。你这个月对付过去，你下个月怎么办？那你帮我找工作呀。